下面呢就是说这个第八种辩才之过啊，就是宣说八辩才之过。一则二理，一则二谛理，四理而生实，作用四法也，无垢生因中。深深智慧过，普照辩义解，因此觉性界八种辩才开。那么，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些这个分析，就是也就是说，刚开始呢，就是讲了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啊，就是抉择了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然后抉择生义谛和世俗谛的时候呢，就是讲了这个四种理，作用力、观待力、法尔力和这个真诚力啊，就是四种力。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二谛呢，就是依靠这个四种力呢，就是进行抉择，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知道是这个它的作用。或者说是最后就是得到的真正实际实际行为当中的一些性质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依人而依法等等，就是四种这个依法啊，就是四种应该依之，四种不应该依之的道理呢，也已经讲了。那么这几个呢，在我们这个修行当中来讲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就是这几个殊胜的因里面呢，会产生什么样呢？会产生那个智慧的果啊，就智慧的果呢，就像是太阳一样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灯的话呢，就是灯芯和灯气，还有呢，你这个油脂啊，就是这几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灯这个可以出现的。然后这个灯光呢，就是会这个牵出一切黑暗。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抉择二谛啊，然后四种道理就是四义，依靠这几个因缘通达的，就是通达我们这几个因缘的话呢，那么以后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真的能升起了八种辩才的这种智慧。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尤其是这次考试的时候呢，我们昨天商量那个这个结义会见呢，就是好像这个占20分钟吧，就是20分，就是是20分吧。20分的话呢，就是你们主要复习的内容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四理啊，就二谛四理，还有这个四义，就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的是，确实是没有这个这么玄索。就是我的以前很长时间的是想，我们这里很多道友都是这个二谛和四理，还有呢。就是四义啊，就是这些都不太懂，就是应该想讲一讲啊，就是，但后来呢，就是这次确实是有这个机会，就是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这次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复习，现在是很重视，那么这样的这个因缘当中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因缘当中呢，能产生深深的这个智慧。这个深深的智慧呢，就像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眼光一样，就是普照一切。那么它普照什么呢？就是因此在这个觉生界当中的这个八种辩才，其实我们凡夫人也好，一般的这个众生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是具有佛性的。其实他们呢，可以我们下面所接近啊讲的就是八种辩才呢，都可以开发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因缘还没有这个成熟啊，就是因缘没有成熟的缘故呢，这个八种辩才呢，就是在每一个人的这个觉醒，或者如来藏的这个秘密当中呢，就是就像是已经这个保存着一样的，就是还没有这个开发出来。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抉择二谛和依靠四理四义啊，通过这种道理呢，完全明白，然后这个道理进行实修，这样的一种因缘呢，最后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以前呢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显露出来的这个八种辩才的话呢，就很容易就是可以开发出来。很多人说是给我加持一下，我马上这个开智慧，就是那光是这个吹一下气，就是马上开智慧的，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但是呢，就是真正你要想开智慧，真正想你要获得辩才的话，那就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啊，就应该这个勤奋努力。我们世界上的很多高僧大德和成就者呢，其实呢，他的这个成就呢，应该前面有一些不同的因缘。啊，就是有不同的因缘，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现在的一些法师啊，就是修行境界比较高一点的这些人，为什么是现在他们有这个境界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因地的时候，他们在求学时候呢，应该说是对这些这个法门呢，就是特别重视。最后呢，就在自己内心当中的非常这个隐藏的这些奥秘呢，就自然而然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样的这个因缘关系呢，很多凡夫人和很多世间人呢，就是根本不明白的。那不明白的话呢，我们对这个
佛教就毫无信心的人面前，今天讲半天也是他不一定让这个理解。但如果真正对这个佛法有信心呢，就有因缘了，这样的人呢，就是他知道是这个因缘关系之后呢，自己也会努力的。最后呢，他自己就是通达就是这些这个法理啊，或者是就得到这些境界之后的话呢，对这个如来的这种教法呢，就是也会这个升起不动的这个信心。那么下面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八种辩才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八种辩才呢，就是其实这个摩诃仁波切的智者入门啊当中呢，就是也是讲的，就是比较这个细致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应该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摩诃仁波切的传记啊、祈祷文啊，就是都已经讲这个获得就是八种辩才。其实传承上师里面很多这个上师呢，就是的确也是获得这个八种辩才的。那么这种八种辩才的话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佛陀啊，就是在那个这个梵广大庄严经里面呢，就是讲的比较。我们这里写的是广大这个有无经，广大有无经呢，在汉译里面呢，就是梵广大庄严经啊，就这里面呢，就是八种辩才，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比较细致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个辩才呢，就是也可以叫做功德藏，就是它也叫做这个八种功德藏。那么第一个辩才呢，就是叫这个先前闻思义不忘真念藏啊，就真念藏。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第一种这个辩才呢，就是就以前在这个一些上师三智者面前呢，就是听闻这个显宗密宗的一些这个教法，但是显宗密宗的这些教法的话呢，全部是这个过目不忘。念念不忘啊，就是记得这个清清楚楚啊，就是所以在那个这个大庄严经里面呢，就是也说了，就是无忘事故，就是无忘事故呢，实际上就是第一个辩才，就是第一个藏啊，就是第一个藏，就是我们这个大的就是有些这个传承历史当中的话呢，也确实是有，就是以前呢。在求学的时候并不是很聪明，但后来呢，就是全部都就是这样就见了以后呢，就马上的让这个记住的，就是这种上师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所以说第一个辩才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不忘真念藏，然后第二个辩才呢。比比深广义，经变智慧藏啊，就是经变智慧藏。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文思的对境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深深和广大的这个法门啊，就是所谓的深深呢，指的是一些这个空性啊，还有一些这个四法音的那个内容。然后广大的话呢，就是悟道师地，就是所设的一切，就是广大的这些法门。那么这些这个法门呢，就是全部都这个能辨别，能通达。啊，就是龙通达，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做第二个叫做呢，就是叫这个会藏啊，就是会藏。会藏呢叫做这个三能分别诸法相故啊，三能分别诸法相故，就是在这个梵光这个大庄严经里面呢，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善巧的能够就是辨别一切诸法的相。当然，这个相呢，就是刚才这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深深和广大的这种所有的这个相啊，就是这样的。上师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摩诃仁波切的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啊，就其实呢，就是也是揭示这个深深和广大的这个法门啊。如果他没有就是通达这样的法藏的话呢，也不能就是了达就是这样的境界。然后第三个这个法藏呢，所有经学也通达了悟藏，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典啊，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是了悟藏嘛，就是那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就是三藏12部这个经典，然后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是这个四大这个序部吧，就是四大序部，或者四大序部分开来讲的话呢，我们大圆满也是有17大序部啊，大幻化王呢就是有18大赞赞序啊等等，就是显宗密宗的很多的这些这个序部啊，就全部呢就是通达这个无为。我的经藏以前这样想，就是《法王如意宝》有时候不管是讲显宗也好，讲密宗也好，全部都是这个了如指掌的时候呢，就像是已经这个通达了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了悟藏。但是在佛经里面呢，就是这叫做是智藏啊，就是智藏。所谓的智藏呢，能了诸法禁锢啊，就是能了诸禁锢，就是能这个能明了呢，就是一切诸境啊，就是能了诸禁锢。
有这个校正。然后第4个呢，叫做是无以所闻也不忘终此。终此章，那么第4个章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终此章啊，就是终此章。所谓的这个终此章呢，其实它这个所听闻的意义啊，所听闻的意义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点也是不会这个忘记的啊，就是不会忘的啊。就当然这个它这个终此的意义上面呢，就是有这个人陀罗尼啊、法陀罗尼啊，还有这个依陀罗尼和这个让加持陀罗尼啊，就是一般这个陀罗尼呢，就是也有这个重词的意思，就是有好这个记中的。但是这个呢，实际上以前呢，就是所这个听闻过的这些，不管是法也好，内容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任何一件事情呢，就全部都是让这个记得清清楚楚的话呢，已经获得了这种这个什么就是不忘终此陀罗尼啊，不忘陀罗尼藏，不忘陀罗尼藏。那我们有一些人的话呢，好像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话呢，就是陀罗尼就比较差一点，就是然后实践的话呢。我那天就是遇到一个我们的这个老乡啊，就是这个老乡呢，真的是对实践法方面的这个记性是相当好。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什么，21岁，21岁的第3月份的时候，我跟一个什么朋友，然后当时呢就是又是这个人那个人，然后我们就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说了什么话，我说了什么话，我算了一下，中间就是好多年都已经过了，就是如果这些事情呢，如果他不是在吹牛的话，那就是真的，他就是记性是非常好的，就实践的这种不忘陀罗尼好像得到一样，但是佛法方面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不行的，就是说，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你们最近听什么课？就是他说是什么什么堪博呢，就是给我们讲大圆满前行，然后大圆满前行讲到哪里了？就是他就昨天的课呢不知道，就是讲到哪。我想这个法方面的陀罗尼没有，就是昨天的话呢，就是今天也是就忘了。所以这个中持陀罗尼呢，就是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这个刚才那部经典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陀罗尼藏啊，就是陀罗尼藏呢，所闻皆能持故。就所闻皆能持故，就是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但是这个佛经呢，是韩文的，我们这个藏译和汉译有些地方稍微有一点这个差别。那么这是第4个这个藏啊，就是第4个藏。那大家也清楚，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个佛经啊，就是当时佛陀所宣说的这些法呢，很多的班智达和一些这个声闻缘觉呢，全部是获得了不忘陀罗尼。后来这个佛陀圆寂以后，就经佛陀的开许呢，就是全部就是这个戒记啊，就是戒记的。这叫做是这个陀罗尼啊，就那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那什么这个录音机啊，这个然后什么 MP3、MP4啊，就是什么这个那个就不用的，就是那个是叫做是 MPE，就是应该。这种陀罗尼，哪天有一个道友说是 M.P3。不是，所以那个就那种这个不忘这个中持陀罗尼呢，就是很重要的。但很多人都可能不行呢，就是没有不忘陀罗尼，就是因此今天早上呢，就是4句话背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吃了早饭完了以后一背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吞下去了，没有了。又很伤心，又开始这个，然后就背完了以后，现在外面的很多人呢，就是佛子心背完了以后又忘了，背完了以后又忘了，很伤心的。就跟外面的有些人相比较起来，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啊，就是背佛子心好像是就一点的就没有什么这个困难呀。其实背诵呢也有一种这个窍诀啊，就是外面很多人啊，我们已经背会了佛子心，什么时候给你考试，就特别骄傲。但我们这里背3部论典、4部论典也是不是特别骄傲，就是大家都觉得啥背3部论典很正常的事情，这也算是一种不忘陀罗尼。第5个啊，就是第5个，这个叫做是这个边财陀罗尼，就是边财藏啊，善说令众生满足边财藏，就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符合世界道理的一些这个教言，就是善说呢，就是让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升起欢喜心，升起这个心满意足啊，就是他呢就完全的明白。我们有些上师呢，就是传授佛法以后的话呢，大家都这个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不同的这种术意啊，就是很欢喜，就是很满意，就是这就是也是一种这个边财这个陀罗尼啊，就是边财陀罗尼。那么佛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边财陀罗尼，就是
能发众生欢喜故啊，就是佛经当中是这样讲，能发众生欢喜故啊，就因为这个众生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语言呢，就是确实是让这个升起这个欢喜。当然，这种欢喜的话呢，对法义上的这个法喜层面，并不是世界上呢啊，今天就是跳个舞啊，就是然后也是这个就赞叹呐，就是培树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是这个就内心当中的这个疏忽，就是真正是佛教的这种复活世界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烦恼的过失的时候呢，就是贪心的过失、嗔心的过失，最后从内心当中的确是这个烦恼有这个过失。然后我们讲功德的这个什么解脱的功德的时候呢，啊，的确是这种三界轮回当中逃脱出来的话呢，有这个功德，所以从内心当中升起这个复活世界真理的一些这个欢喜心，就是这叫做是辩才这个陀罗尼，就是这是第五个。然后第六个呢，就是第六个呢，叫做是这个妙法大宝库啊，就妙法大宝库，妙法宝库，普护正法藏。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护持正法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讲的这个正法啊，还有呢，就是所宣讲的这个内容的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对佛法的这种坚决信心的正法和然后三藏十二部轮的这些教法，就这叫做佛法。那这个佛法的话呢，有些人是真的这个愿意这个护持。就是愿意弘扬，愿意呢，就是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还愿意呢，就是保护，就是我们珍贵的这个佛法如意宝啊，就是这叫做呢，叫做是什么？就是这个真法藏啊，就是真法藏。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得真法藏啊，就是得真法藏。那么所谓得真法藏呢，是指疏忽故，就是是指疏忽故啊，就是也就是说是疏忽这个正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疏忽故。